今次係復活節嘅前夕啊，咁連放幾日假呢，唔怕夜，所以呢，就一班朋友隔咗1年之後呢，就再次嚟到呢個平湖嘅溫卡呢度玩啦。亦都試下平湖跑夜場嘅感覺。咁有各種嘅套餐買啦，一般買3場呢就啱啱好噶啦。場內亦都有情侶嘅套餐買，有1節雙人卡丁車同埋各自1節嘅單人卡丁車。如果你一行5人或以上嘅話呢，call 車需要2格，咁搭鐵再 call 車呢會比較划算啲嘅。左邊幅圖係由福田口岸出發，右邊幅圖呢係喺皇崗口岸出發嘅。咁喺福田口岸出發可以搭10號線喺呢個木鼓站落車再 call 車啦，而喺皇崗口岸可以搭7號線喺華新站轉3號線喺呢個丹竹頭度落車再 call 車。如果唔怕時間長坐電動車會暈呢，可以直接 call 車去呢就最快捷嘅。場內有提供記錄時間，如果嗰個圈速呢，你係有個好成績想記錄呢，可以喺微信註冊愛卡丁 Apps， 咁然之後到櫃台報上你個 ID 啦同埋車號咗呢個記錄嘅。咁今次我最佳圈速呢係38.761秒，咁喺嗰個月份排名第16。咁1年前曾經跑出咗呢個38.074秒啦。如果想睇翻呢條片呢，可以去我個 channel 或者喺片尾嗰度撳翻條 link 啦。現時因為安全嘅為由呢，卡丁車比1年前嘅加速力同埋個極速已經改低咗啦，咁只能夠跑出呢個38.761秒啦。呢一條片呢係1年前嗰度拍嘅。咁卡丁車呢有一定嘅危險性，初學者呢唔好將你個油門踩盡，應該慢慢熟悉速度嘅感覺先至再加快。呢一個係場地提供嘅頭盔，咁就貼咗有 GoPro 嘅安裝碼可以拍片用嘅。呢一場呢係一場精彩嘅追逐戰啊！轉眼間跳到呢個位呢，其實已經同佢搏鬥4分鐘，但係都係揾唔到位過去。雖然已經追貼咗啊，但係可惜都係揾唔到位過啊！希望呢個彎呢，速彎比佢快一啲，喺直路加速嗰陣時就有機會過佢啦。啱啱好封咗位，收咗一下油。哇，幾驚殘三會一下封埋嚟，好彩冇啫。睇到呢個機會啊，呢條走線佢會失速。但可惜都係過唔到。好悶，直接踩實啊！我直路有機會快過佢，可惜係唔夠快。真係超貼啊！係今次，比上一次更加嚴重失速。而我喺呢個彎中呢，保持咗速度，咁出彎比佢快呢，所以就有機會過去啦。
哇！頂油蕉皮，即刻望一望後邊啊！好彩佢喺呢個攞彎角度比我大，造成咗呢個減速，攞直加速呢，就減低呢個摩擦。關鍵時刻又遇到呢個斬衫，哇！好驚嘅風我位，好彩。佢係行呢個內去外，所以呢，我一定係由外去內，咁就唔會撞咗佢條線啦。見有人封咗呢個 Apex 啊，轉一下左再攞隻，再扭咗一下。望一望後面係咪女司機先？如果係嘅呢，準備迎接撞擊啦，因為見得太多啦。哦，撞佢，哇！碰碰車，撞啱啦。好彩係自由，頭盔係雙 D 扣，比較難除啲，所以呢，揾職員幫手除一除最簡單啦。